各位媒体先生小姐我是国防部军医局的卫保处处长高上校。非常感谢各位媒体对今天0102事件的一个关怀。那现在呢，目前有4位的一个伤患，然后送到我们阳明大学的附设医院。为我们的一个后4次的一个中将次长黄次长，他最主要的伤情是腰椎以及骨盆的一个挫伤和四肢的一个擦挫伤。然后第2位伤者是我们一个通次室的一个曹中将，他是身体多处的一个擦挫伤。然后第3位是我们坐骑室的一个中校参谋，然后周中校，他最主要是一个胸部的一个挫伤以及四肢多处的一个擦挫伤。然后第4位是我们一个坐骑室的一个少将处长，刘少将，最主要是右耳的一个撕裂伤和脸部的一个挫擦伤，以及一个四肢的一个多处的擦挫伤。然后我们在这边非常感谢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然后给我们这4位伤患做最好的一个医疗处置。经过我们初步评估了之后，目前这4员的伤患呢，生命迹象都稳定。然后我们呢都把他后送到我们3军总医院，然后给我们的这4位的伤患做最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处置。好，谢谢大家。我们在这边也谢谢各位记者的一个久候。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宜兰县政府的一个消防局，还有宜兰县政府的一个卫生局，还有我们当然是要感谢我们的国立阳明大学的一个附设医院，在这边仅代表国防部的军医局，然后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清醒的有没有说明说他当初失事的原因是怎么样？清醒的。各位记者先生，因为我们是医疗的一个单位，这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大家。我们没有。我们只能对这个医疗上面的处置，我们跟大家报告，好不好？那陈彦祖的部分目前呢？目前说的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然后他可能是脚部的一个压榨伤，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到了病人，然后我们才确实知道他的一个病况，好不好？所以如果没有大碍也会送如果说他没有大碍，我们在这边经过初步的处置我们也会把他转送到3军总医院做后续的一个照顾。是不是考虑直接转送3军？我们现在要看他的一个伤势。好。刚才最后这刘处长，他的伤势看起来是比提供现在目前较为严重的部位。我们评估起来也都还算是 OK。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先到了阳明大学的一个附设医院做初步的一个诊治，然后我们觉得伤势稳定，适合转院，我们一定以病人的安危为优先。然后我们诊治的结果，我们也跟阳明大学的急诊科然后讨论过了，目前生命真相都稳定，所以我们就把它转回台北，然后做后续的一个医疗处置。那罹难者的部分呢？我们要怎么样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对不起这位大哥，因为我们是做医疗的，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回答大家，好不好？好